年度系统要进奖，得奖的是港都公共论坛节目奖，得奖的是高雄现场港都有限电视。创新服务奖的得奖者是双子星。启源奖得奖的是杜怀胜。第25届金视奖颁奖典礼上，中嘉集团创下入围作品数新纪录，最终拿下4大奖项。本年度所属集团推出新服务，提供多元串流服务，提升客户的欢迎经验。媒体素养深耕社区，其中中嘉宽屏港都荣获年度最大奖系统跃进奖，从硬体建设到服务提升，全面升级，获得评审肯定。港都新闻今年荣获系统跃进奖，我想实至名归。在每一年港都都历经了所有的一个年度计划，我们年年的挑战自己，希望不管从工程技术，或是从地方节目新闻制作跟公益回馈上，都能够回馈到我们的高雄市民。双子星推出的360度街景服务，结合媒体视读课程，展现创新实力。那我们双子星在今年可以拿到创新服务奖。那今年我们最主要推动的内容是有我们用360度环景的技术来拍摄我们台南市的一些相关历史跟文化的景点，那把它运用到机上盒上面去，那可以让我们的老人家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透过机上盒环游我们整个台南市。中嘉宽屏北建首度挑战制播地方文史纪录节目《墓之物语》，深度探讨桃园龟山第一公墓迁葬议题，获得企编奖肯定。《墓之物语》这个节目，它就是从墓葬去切入，介绍桃园在地的文史故事。那我们呢，其实从无主墓做到家族墓园，从清朝日治时期到民国的，其实都有。那其实这中间过程中，真的是企划选题比较困难啊，因为包含像无主墓的部分，很容易就是做着也不晓得到底会不会有个结果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有一些议题也比较敏感，也要真的是受到很多学者或者是公司的支持，还有团队伙伴的协助，才能顺利完成这次的节目。中嘉宽屏港都高雄现场以深入的公共议题讨论，荣获公共论坛节目奖。我们高雄现场的节目其实是有许多的节目来宾，那包括公部门，然后民间单位跟学者。那我们是把高雄的声音在地发展，等于说是告诉大家这样子。那这个节目会得奖，其实是有很多幕后的人员在配合，才能得这一座奖。那是很感谢公司给我们这一次的机会。中嘉集团强调自制内容与地方深耕，今年金视奖的优异表现，展现有线电视业者的深耕在地创新与永续经营。这一次在金视奖，我们一共入围了29项。那今天的颁奖典礼，我们也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拿下了最大的奖项——年度系统跃进奖哦。那我觉得这对于中嘉集团所有的团队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哦。这几年产业面临影音串流的冲击，以及收视户的转型哦。有线电视经营其实大不易，但是我们持续我们追寻永续经营。那永续呢，我们认为就是在困境中依然坚持，所以我们会继续用影像来记录地方，为这个我们的经营区内的所有的收视户提供最好的收视品质。去年一整年，其实我们做了蛮多这个创新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做了这个机上盒360度的这个环景的旅游节目，那也带给民众不同的收视体验。那港都的部分，我们也获得这个系统跃进奖。那这个谢谢这个评审委员给予这个港都的肯定。那我们会继续的努力，然后把这个收视户的品质提升更好的品质。那也会持续在创新服务里面来积极的用心服务。从技术创新、服务提升到内容制作，让在地被看见。中嘉集团在数位转型的时代中，持续扮演地方媒体的重要角色，发现在地的真善美。记者黄日升、蔡小军、黄少明、丁克宇
采访报道。